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江油霸凌事件。最近网上流传一段视频，3名疑似未成年女生对另一未成年女生扇耳光、踢踹，并对受害人说：“我不怕，报警。”称我们又不是没进去过，你以为我怕吗？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四川绵阳的江油，也就是江油的霸凌事件具体情况大家看一段视频。7月22日午后，在四川江油一幢废弃楼房隐蔽角落，15岁的刘某甲与另外2名少女合围了14岁的赖某某，辱骂、威胁与拳脚无情地砸向了一个少女单薄的身躯。这场蓄意的欺凌最终在同行者冷漠的镜头凝视下被记录、被上传，像病毒般蔓延于网络。暴力画面再一次定格在了公共视线里。视频当中，一位实施欺凌的女生说：“又不是没进去过，20分钟就出来了。”不过这一次她失算了。8月4日，当地警方通报称，目前全部涉案人员均已到案，依法对刘某甲、彭某某作出了治安处罚的决定。同时，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规定，对刘某甲15岁、彭某某14岁，正按程序开展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的相关工作。这总算是给公众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交代。联想到不久前也有一段令人震惊的未成年人霸凌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其中一句无知的“我没16岁，欢迎你报警”，同样令人愤怒。事实上，根据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决定送入专门的学校进行矫治教育。那么，为何此前这一措施却仿佛人间蒸发了呢？可操作性不强是根本原因。为了孩子的前途，则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不少专门学校往往遵循的是学生、学校、家长的3同意原则，强制入学执行力度不够，导致了该进的不进。其实这专门学校的门槛代表了一种严峻的认知，当家庭与普通学校的管教失效，社会必须构建更加坚固的防护这不仅是惩罚的升级，更是对迷途灵魂的挽救尝试。江油的警钟再次敲响，它呼唤的不仅是正义的彰显，更是预防机制的高效运转与教育理念的深刻反思。孩子的暴力病要治，就要从看见开始，从每一个不再和稀泥的大人开始。这个视频介绍的比较清楚这个网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我看有很多这个家长聚集在一个什么地方，还有大街上众说纷纭信息比较多，还有各种传言说这个被霸凌的女生家长是妈妈是聋哑人，父亲什么残疾人，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传言，真假难辨我呢把这个江油市公安局这个警情通报拿出来看了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8月2日晚，我市一未成年人在校外被殴打的视频在网络传播经调查，2025年7月22日15时许，刘某甲这个是15岁因与赖某某，就是那个被霸凌的女孩14岁发生矛盾，遂邀约刘某乙这个更小了，只有13岁，彭某某14岁，在我市一楼房无人区域对赖某某进行辱骂、威胁和殴打。同行人员在现场围观并拍摄视频后被上传网络。殴打造成赖某某头皮、双膝等多处挫伤，经鉴定为轻微伤。这个网上流传很多照片还有那个视频。这个从那个视频来看网友很难接受这个警方警情通报说轻微伤。我想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有一年我记得唐山那个夜里烧烤摊上面，那有几个叫什么小混混的吧，打那个几个女孩，后来也说是轻微伤，那网友群众是不答应的。从视频看打得那么惨，结果鉴定是轻微伤，这事后来闹得还挺大，对吧？抓了很多人，到最后那个出事的那个出警的那个警察还背了处分，然后那警察在喊冤，后来不了了之了就是说这个往往这个警方鉴定的伤和群众网友通过视频或者图片看到的这个差异太大，就没法接受，所以导致警方对这个施害者怎么处理群众的不满意就这么个事。我们接着看这个警情通报他说目前全部涉案人员均已到案，相关部门同时积极介入，及时安抚慰问受害人及其家属，开展心理疏导。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甲、彭某某
作出治安处罚决定，对刘某乙及其围观人员批评教育，责令其监护人员严加管教。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规定，对刘某甲、蒲某某正按程序开展送往专门学校进行教治教育相关工作。警方提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公安机关将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绝不姑息。为避免给受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二次伤害，请勿传播相关视频信息。江油市公安局2025年8月4号，这个警情通报有几个问题我认为他是没说清楚，也导致网上这个很多谣言，对吧？大家这个关注的这个重点就发生偏差。网友关心的说受害者7月22号报的警，为什么8月4号才出结果？因为这个事情不难查呀，对吧？大家都认识，也就那么几个人，江油市也不大。7月22号报的警，8月4号才出结果，而且给人感觉网上舆论起来之后，对吧？匆匆忙忙出的结果，就是被舆情所逼。那网友当然他就会想到，你这中间有猫腻是不是想把这事误下去，对吧？这个事又不复杂，这个是网友合理的这怀疑那么这么个事情你拖个半个月才处理。但是警方说这个通报说22日晚上10点左右接到受害者报案，接到报案后开展调查工作。他说因为涉及的人员较多，经多方查找，最终在8月2日将所有涉案人员传唤到案进行了讯问。而对于人们关注的伤情鉴定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伤情鉴定是有期限的，最终结果是在昨天，也就是8月3日出的。对于做鉴定的具体时间，该工作人员表示并不太清楚。也就是7月22号晚上10点报的案，然后你8月4号才出这个警情通报，这个怎么解释网友都没有办法接受再加上咱们刚才说的你通过视频还有网上那乱七八糟照片，大家看的打得很惨，网友都是怒火中烧结果伤情鉴定是个轻微伤，这个网友很难答应的，也就是网友看了这个非常气愤的，就这么打，最终是个轻微伤。第二个问题呢，施暴者接受了何种治安处罚？这个问题也是前一个问题导致的，就是大家看着打得那么惨，但是你是轻微伤，轻微伤说白了就是处理不会太重。这个江油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介绍他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规定，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对于本案3个违法行为人，刘某甲处行政拘留13日，罚款1000元；彭某某处行政拘留10日，罚款800元。刘某乙因未满14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之规定，对刘某乙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也就是从这个江油公安局，就是警方来说人家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往顶格处理的。那顶格处理就是这样了，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这个情节较重，然后罚款1000元。这个刘某甲拘留了13天，罚1000元；彭某某行政拘留10天，罚款800这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上限去处理的。如果你要不满意的话，那你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满意。这个有律师他分析他说根据现行法律几名施暴者很有可能都不会被拘留，因为毕竟你才14岁嘛，15岁对吧？16岁以下，根据这个未成年人什么保护法但是江油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几名施暴者确实实施了殴打行为，并且恃强凌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对几名施暴者处罚属于从重处罚。你看看还是因为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所以按现行法律按照这个上限去处理。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受害者的手机去哪儿了？拿走手机的行为如何认定这个都是小事了就是财务的问题。由于这个所有涉案人员都不超过16岁，所以拿手机这个事情呢，也就不了了之，就手机找回来了，这事就完了。说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在当晚接到报警后，警方通过多方查找到了拿走受害者手机的人，目前手机已经交还给派出所，由派出所对手机进行勘定，
勘验完之后会还给受害人。他说这一案件是按照寻衅滋事来进行行政处罚，例如拿走手机这件事也已包含在通报之中提到的处罚之内。这是警方啊在警情通报之后啊，因为这个舆论还是这个非常关注啊，然后将由警方在回答这个叫齐鲁晚报的记者采访核心的几个重点，他也解释了一遍。但是我对这个警情通报还有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但是警情通报他也没说，所以导致这个社会舆论呢这个议论纷纷谣言就比较多。什么信息呢？我觉得警情通报里应该包含受害者和施害者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同学还是邻居，还是曾经的同学，小学同学，还是所谓的认识朋友，对吧？这个很重要啊。第二个就是受害者、施害者他们现在是什么一个就学状况，是还在校生呢，还是已经辍学或者休学？他们是不是同一个学校的？就目前同一个学校是同一个班，还是不是同一个班？我觉得这些都应该在警情通报里把它说清楚。你不说清楚，那大家就在猜的吧？就大家就会无限的上纲上线去设想这个事情的可怕程度对吧？因为这家长为什么群情激愤呢？因为家长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孩子是个乖乖女或者是乖宝宝，然后无缘无故就被一群小混混拖出去打一顿暴揍，谁来替他们伸张正义？谁来保护他们？谁来保护这些未成年？对吧？你这些关系不说清楚，咱们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不说清楚，那大家就自由发挥。我为什么对这个比较关注呢？是因为网上有一个自称是受害者的表姐的，但是我不能肯定这东西是真的，但是看他写的这些好像跟警方的通报呢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有一个叫唐什么的他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人家把他朋友圈截屏了，在网上。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他自称是受害者的姐姐，那应该是表姐或者这个应该是表姐。受害人姓赖嘛，他姓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7月22日下午，霸凌者多次打电话威胁我妹妹来江油某茶楼，我妹妹都拒绝了，也就是霸凌者跟他们是认识的，有他电话。最后是刘某甲说，你来我们就好好说，你不来我就马上来收拾你。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表姐说她说当时我妹妹旁边 A 和 B 就是还有2个人跟她同时的，给刘某甲说位置。注意了这个受害人的表姐说因为太热，3人一起在，他写了个拼音的这个缩写叫某茶楼，也就是当时受害人和 A 和 B 在一个茶楼玩，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霸凌者给这个赖某某打电话，让他到江油的某一个茶楼，让他过来。这个受害者不过去，当时受害者身边还有2个人，一个 A 和 B， 这个 A 和 B 后面就是拍视频的人，甚至还动手打了这个受害者。然后这个刘某甲就给受害者担保说你来了，咱这事就聊开了。就在这个时候跟这个受害者在一起的 A 和 B 这2个人就给刘某甲说了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那这个受害人呢，也就是唐某这个表妹害怕就去了。去的途中 A 抢了他的手机用来打车，期间说我妹妹多次索要没有交还。到达之后2位对刘某直接把我妹妹带到了施暴场所，也就是 A 和 B 还有刘某甲3个人就把这个被害人带到了那个视频拍摄的那个位置那个场所。然后他妹妹还不愿意去，途中问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恐怕他妹妹也觉得就是受害人呢也觉得那地方没人，是不是偏僻。然后这个施暴者刘某甲就说了别的地方人多不好说，所以他们3个人就把这个被害者就带到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没有人的这个地方那个就是楼房警方所说的去了之后就开始殴打。这是第一次殴打。唐某某说根据视频，这次殴打应该是10来分钟，其中包括拳打脚踢以及拿废弃水管殴打和抓头发撞墙。这个在打的过程中另外一名施暴者也就是彭某某打了电话问他们在哪里，他也要过来叫教训这个受害人。这个时候这个刘某甲还有那个 A 和 B 3个人呢，就带着这个受害人一起下楼去迎接这个彭某某。这个彭某某到了之后也就开始对这个受害人实施殴打。为什么呢？彭某某说他是刘某甲的朋友被这个受害人欺负了，所以他也来报复。完了之后他说
主要是刘某甲啊，还这几个人呢，没有把这个受害人打得满意。就在这打的过程中啊，这个受害者就说了，不要打得太重，不要打脸啊，到时候啊，他爸爸看到了，他老汉看到了会报警的。然后这个里面就另一个受害者刘某乙啊就说了，对吧？报警怕什么呢？我都进去10多次了，很快就出来了。这里面啊，受害者加上施害者一共是7个人。后来他们又一起啊，把这个受害者带到这个又是边上一个施暴场所，2位刘某就是刘某甲、刘某乙和彭某对这个受害人进行了再次殴打，包括打耳光、踹踢和水管打。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啊，觉得还不满意，就让这个受害人呢脱衣服。所以说这个视频里面都有。施暴完之后啊，他们还让这个受害人穿上衣服，并且把这个受害人带到这个茶楼的卫生间去清洗身体，就是把那个身上的灰啊打掉啊，擦掉什么等等吧。这过程中啊，这刘某甲看到了受害人的手机是个苹果手机啊，所以这个刘某甲就把他手机啊给没收了。然后呢，刘某甲说啊，他要把自己的手机卖了，然后用这个受害人的手机，因为苹果手机需要这个 ID 重新设置，对吧？要 ID 密码，所以他就跟这个受害人要这个 ID 密码，但是受害人不说，然后他们就撬这个受害人的嘴。后来没办法，受害人就说了这个 ID 密码，拿到了 ID 密码之后啊，说这个就直接把这手机格式化了。期间啊，说这个 A 还用他手机用验证码登录受害人的微信。为什么登录微信呢？要用微信付款打车回家。其中啊，由于第一次清洗啊没洗干净，所以又第2次带这个受害人去清洗。回到这个什么那个他们3个人呢聚集的那个茶楼以后啊，这个 A 啊要受害人说，要么替他挨打，要么给他俩一人5000块钱。然后这个受害人呢假装同意，说最多2000，随后讨价还价呀，到了2500。但这个受害人同意之后，他们再放这个受害人回家。然后受害人一回家之后啊，就报警了。这个网上流传的视频啊，施害者也就是这个施暴者、霸凌者一共有3位。那另外3位呢，因为他一共受害者加施害者一共是7位。视频中出镜的施暴者是3位，就是刘某甲、刘某乙还有这个彭某某。另外3人没有出镜，实际上他们是在录视频。这个是受害人的表姐说的，那咱们假设他说的是事实啊，真的。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不就是一群小太妹吗？就是一群小太妹，他们内部有什么矛盾，互相修理，有点像那个清理门户啊，对吧？像极了这个港台片里面，对吧？各种黑帮电影呢。就我在想啊，一个14岁的女孩，也别管她家里家长是残疾还是什么情况，跑到茶馆去，我也不知道那个四川的茶馆是什么一个茶馆啊，但是四川茶馆多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啊。但是我就不理解，这个14岁的女孩跑茶馆去，家长不管吗？这个我是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这个年纪都有孩子，孩子也差不多大，这孩子要出去了，你家长不管吗？就是不问他跟谁出去，去干嘛，在哪儿？反正我是难以理解啊。这个受害人呢，跟那个 A 和 B 2个人在这个3个人跑到茶馆去，这是为啥？有媒体说啊，这个受害人呢多次受到霸凌，还不是1次。然后也有媒体说啊，他受到霸凌的原因是因为他妈妈是叫什么聋哑人，因为是他家庭原因导致他就是欺负他呗，就是家里那个情况，这些霸凌者就欺负他，就是媒体报道了啊，就是让人感觉。所以说这个网上很多家长就群情激愤了。我们讨论这个个案啊，没什么意思，对吧？都是各有各的不幸。大家还记得去年吧，还是前年，河北邯郸就3个小孩把他同学，对吧，买了，大家还有印象吗？就为了几十块钱。我记得大连还是什么地方，还是青岛，一个12岁的小男孩把邻居家小女孩是强奸还是什么，总之把人家给害了。完了之后把尸体就扔在那个绿化带里面。警察去现场勘察着，他跑去看看，这孩子现在已经刑满释放了。这些事情啊，历历在目啊。其实就在跟这个江油啊这个霸凌事件同时发生的啊，一样的有视频啊，网上好多视频。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山西8月1日，山西运城网曝闻喜县多名男生女生对一名女生踹肚子、飞踢并扇耳光。视频显示，多名男生女生在小树林内对一名女生施暴，一名男生将受害女生踹倒，又继续对其进行脚踹。受害女生被打时，有人在笑。另一视频显示，女生在地上被多人拉扯头发。8月3日，闻喜县公安局一工作人员称，现在派出所已经受理调查，案件正在办理。
辖区桐城派出所一工作人员表示，抓到了施暴者，有被拘留的，说这几天一直在加班处理。这是山西运城，网上一搜啊，这样的新闻很多，对吧？有的这个施暴者啊，公然叫嚣说我没有16岁，你随便报警，我不怕。关于这个青少年霸凌，对吧？这种或者叫校园霸凌，或者叫青少年霸凌，这种事情也非常多。我记得咱们以前也讨论过，有人把它，对吧，归咎于是咱们这个叫青少年保护法吧，说这个青少年保护法本来是想保护那个未成年的，叫未成年人保护法本来是为了保护未成年的，结果保护了那些未成年犯罪。有人就建议把这个修改，对吧？什么把这个16岁往下调到14岁，把这14岁往下调到12岁，这个说法看上去也有道理啊。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小孩成熟的早，成熟的快，比以前啊。因为现在小孩营养好，发育的也好，对吧？14、15岁的一看跟成年人差不多。如果你还用以前那个标准来，显得有点落伍。所以就有很多专家，对吧？有很多网友啊，就建议把这个未成年呢，把这年龄往下放。我倒是觉得啊，你把这个年龄往下放，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对吧？16岁改成14岁，14岁改成12岁，12岁改成10岁，这个就有点像那个降低那个买房按揭贷款那个首付比例一样，你往下降，意义在哪里？你要降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倒是觉得啊，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个年龄啊，改来改去其实没什么用，也就是你改这个治标不治本啊，扬汤止沸啊，不如釜底抽薪。我认为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咱们要记住了，就是在现在这个环境下，这个霸凌啊，我认为第一责任人是家长。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啊，是因为咱们这个系统，咱们这个制度，对吧？咱们这个什么法律啊，刚才说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有问题，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认为啊，在目前这个现状下，要想尽快的啊，对这个校园霸凌或者社会上这种霸凌产生一个遏制或者扭转，我觉得第一责任人是父母。因为你很简单，未成年人他的监护人是他父母啊，未成年人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嘛，或者是他是只有部分民事行为能力，所以我认为啊，第一责任是他父母，也就是当这个社会父母重视校园霸凌，重视霸凌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每一位父母真的切实的重视的时候，并且愿意为之改变，那么这个霸凌事件才会彻底的得到扭转，否则的话，这个霸凌啊，你改法律没有用。有人说啊，那你得学校负责，对吧？只要出现霸凌，你就把校长给抓了，或者校长怎么着。我觉得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校长只能管在学校里面，你出了学校外面，你看看刚才说了好几个，都是在学校外面，在茶馆里面，在小树林里面，对吧？这现在是放暑假，你还让校长负责？校长也只能管学校那个小地方。当然，我们不能说校长没责任啊，不要那么极端。所以我说，第一责任人一定是父母。我们从这个施暴者角度来说啊。很多父母啊，在他眼里，他孩子就是个大宝贝，是特别乖、特别温顺、特别听话啊，就是成绩稍微差了点，所以他的孩子在外面干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甚至认为他孩子是被别人欺负。很多家长一定是这样的。我不信啊，说很多家长就是教育孩子说你在外面就打啊，谁欺负你就揍谁，打回去。这种家长有啊，这种家风啊肯定有，但这不是主流，对吧？大部分人我相信都是向善的，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孩子在外面干什么。这个很多家长有时候自己本身工作就忙，压力就大，对吧？又要失业，又要还按揭贷款，为生活奔波啊，他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很少，他也不太了解孩子，对吧？当然也有家长是放弃孩子，他管不了，他就不管了，有这样的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是不了解，是基于生活，基于这个生活的压力，生活所迫，没有办法。你看还有的很多家长跟孩子不在一块，孩子是爷爷奶奶带的，爷爷奶奶带那就更是隔代亲，对吧？父母在外面打工，对孩子的了解恐怕也就是打电话啊，你好好学习，对吧？所谓的权贵家庭，然后声势显赫，用这种声势来欺压那些韭菜牛马家的孩子，这种情况也有，但这都不是主流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从施暴者角度来说啊，家长对孩子疏于管教，一旦酿成这样的大祸，傻了。所以这个就要求每个家长啊，只要家里有孩子的，你一定要反复的要教育，也就是拿这些案例来教育。咱们就不缺这样的案例啊，即案例教育，告诉孩子，对吧？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你要一旦做了，谁也帮不了你，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也不否认啊，也有的家长本身就是那种说不清、拎不清的，那他孩子也好不了。对吧？孩子有样学样嘛，这样也有，但是这种比例都不会太高。那从受害者这个家长来说呢，受害者家长也有责任呐。
他怎么可能没责任呢？对吧？你自己的孩子跟什么样人交朋友，在什么圈子里混，你也得管呐，对吧？你也得了解啊，你不能放任自流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一定要教育孩子，你受了欺负，一定要跟家长说，跟老师说，对吧？不要怕啊，老师责备，不要怕家长责备，你只要有受一点欺负，一定要回来告诉家长，告诉老师，对吧？咱们不能欺负别人，但是也不能被别人欺负。别人欺负了你，你处理不了，那你就告诉家长。对，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很多小孩在外面受了欺负是不敢告诉家长，因为他告诉家长之后，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家长反而还要骂他。责怪，就是责怪他，也就是这个很多小孩就受到二次伤害，受到家长的伤害，对吧？受到老师的伤害，也就是说他本来被人欺负了，想告诉老师，想告诉家长讨个公道，家长不仅不能帮他讨个公道，反而埋怨他，所以这久而久之就是孩子就不愿意跟家长说，跟你说了没用，完了我还得再挨一顿骂，对吧？长此以往，那孩子他自己也解决不了，他只能被人欺负。对吧？像个温顺的小绵羊，那些坏孩子叫他到哪儿去，他就去哪儿，他害怕呀。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校园霸凌，包括这个霸凌，应该是父母，对吧？要负主要责任，父母要重视。当然了，有的时候对父母要求有点高，对吧？从网上来看，很多父母本身就是8到15岁的智商，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拎不清。所以说啊，什么改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年龄，对吧？这些都不是治本。无论是受害者父母还是施暴者父母，都要多花点时间在孩子身上，对吧？多去了解了解孩子，对吧？也要知道孩子跟谁在打交道，不能出了事在那儿喊冤啊，都是社会的责任，都是别人的事。虽然啊，生活的压力很大，生活所迫，但是我们作为家长还得要花时间在孩子身上多去了解。但一个社会啊，霸凌如果是一个普遍现象，或者霸凌的这种事情比较多，只能说明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化到这种相对文明的社会。这个就是典型的啊，因为霸凌实际上就是个丛林社会嘛，没有秩序，对吧？没有文明，靠的就是谁拳头硬，对吧？谁这个力量大，谁说了算。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吧？很多人支持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不就是霸凌吗？他还支持啊！所以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当我们的互联网上啊，都是充斥着为俄罗斯叫好，对吧？说乌克兰你怎么不投降啊？对吧？你怎么不配合这俄罗斯啊？你跟美帝后面混啥？你跟美帝当枪，跟美西方啊当工具。但你网上都充斥这种声音，这种声音成为主流，对吧？其他的声音为正义呐喊的成为另类。你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霸凌这个事件能少得了吗？就我们就提倡霸凌，对吧？当这些孩子家长都是这种思想的时候，他骨子里面就是崇拜强权，对吧？骨子里面就有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以你改法律改年龄有什么用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